天阳遐老早吼，天阳遐老早，毋知影台湾敢开始咧休过年啊？好，咱开始来读吼。1646年3月24，风甲天气悠远像昨昏。透早变做阵眼号来靠岸吼，要来落所载过来石头。有2只篷船对南边的淡水来到遮，合计坐15个人，载来下日的物件：40担大鱼、80担大鱼、15担猪仔，应该是切啦吼，60担的茶甲迄个四德米。也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11个新仔人，载有130担茶。也收到牧师 Simon Van Buren 对胡某人寄来一张批，四期3月22号，只敢若写讲，船上下设上有员老爸对淡水经由陆路要寄来取代一张批，四期是本9月9号的批的代志。该批迄张批内容主要是写讲，助理 Jacob Alders 已经到淡水。迄边的原住民一直拢真友善，只有伫个普卡尔村庄，代理官 Van Bergen 伊早阁有2遍比迄遐的原住民，算真有得意安尼来对立吼，算讲做敌人来咧对立吼。贵人无用咧收集所需要的迄个土炭，为着即个所需要的用区已经对淡水遐处置，一边伫遐搁较炭搁较开咯，顶个月遐有2个人死亡，沿着淡水河迄寡村庄登记真侪死亡的人。虽然是安尼，迄一带迄角位啊啦吼，迄角头啊，即个人数甲户数。以及南边的，就是迄寡南崁的村庄的人数甲户数的调查登记，也是继续咧进行，将会伫最近甲迄寡户口的清单来送来互阮。OK， 3月24吼，3月25。暑时温暖有日的天气，风向多变。有下日的篷船对几啊所在来遮入港，就是有2只来自西南沿海，载来82稻米、9担糖、17纳面粉、9罐油、304包薰草、38捆茶棒、70担盐、3袋切仔、1500袋庄仔、4000袋虾。6袋土豆、45罐 Arak 酒，甲5袋豆仔。有6只是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来44担咸鱼、27条帝王鱼、50袋米，甲480担茶。有一只是对打狗来，再有50担咸鱼、18纳鹿仔肉，甲40担茶。也有一只是对放烧啊来。再来200袋米，全部合计坐有121个死仔人。3月26号，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下淡水来到遮，载来230担茶，甲95条帝王鱼，合计坐45个人。也有一只篷船对芒港来转来，该船最近载着建造迄个哨所
少数诶材料去来驶对遐去啦吼。然后下日的船只前往几啊所在，就是有一只篷船前往历史载去60担的大鱼以及6欠单位啦吼，无写单位，6个毋知啥物大的鲨鱼6只。有一只篷船航往辽是啥物所在？地名会对注卡写是地名。对所在号码来判断，应该是西南沿海的地名。吼，咱来看，在啥物？150篮鹿仔肉，6篮的蚵仔，4捆鹿仔骹，甲5担小鱼，吼，再去聊遐，吼，合计做49个人。这几工无用，你准备要举行南部地方会议的代志，吼，该地方会议将会遵照今年2月2号。的决议伫后日来举行，3月27。好，3月27，真水真舒适的天，风对东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辽港。毋是，之前是讲读牛还是鸟？我袂记啊，牛啦，牛港。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牛港，吼，坐7个西南人载去一批材料。去年7月前后，因为接到所处的控诉，讲伫个多伦纳甲淡水中间的迄寡河流伫遐出入的河流，伫遐河流出入的即个西南人。几若摆伫个迄角头啊，真这边来讲狡猾吼，真奸巧伫遐咧煽动，因此呢，以后无偌久，阮出伫好的考量吼，出伫好的想法啦吼，就公告禁止西南人航往该处。现在因为原住民的顺服比以早搁较有把握，因此今仔日一直决议要甲新港仔溪、甲德灿溪吼，拨互西南人1年。新港仔溪新港仔溪是倒位啊？新港仔溪敢若是台南遮的新港仔溪？毋知吼。差足远吼，德灿溪应该就是伫新竹遮嘛吼。好，要拨互西南人1年，按照因的请求甲开价500里，并且为着要避免各种混乱各种的混乱吼，互西南人继续来遵守特殊，要互原住民继续骨力，并且互因愈来愈归稳稳。也决定将会伫最近派一个士官带5个士兵去驻在该地区。什么所在呢？一个上适当的地方吼。安尼，若要互即个通往北部的道路继续安全，淡水甲台湾中间的联络会当搁较可靠，而且有即个必要。同时嘛，认为讲会有利益，会使互公司的收入以后大来增加。此外呢，有感伫粮食甲其他的需用品伫淡水，特别是鸡人吼，相当的欠缺，因此呢，也决议将会伫最近来通知所有的西南人，以后任何人若是想要迁徙去住伫淡水或者是鸡人，无论是要伫遐要做农，还是要掠鱼，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住伫个淡水的人，除了人头税以外，每一个人各按行业将有数年免缴全部的税负，免纳税。而住伫鸡人的人呢，除了上述的免税以外，还阁会当3年免纳人头税。
而且为着要增加上述地区的进口以及增加公司的收入，也要自由开放对西纳所有地区航往淡水甲鸡笼的航运。任何人拢会当自由来往，就像伫咧台湾安尼，会当甲各种西纳商品甲杂货载来遮，也会当甲遐的物件载出去。但是呢，爱用公司来缴纳税负，就像踮咧台南遮一直有即个例安尼来咧缴纳相款吼，就是要开放淡水港就对啦。加即个鸡笼港吼，这荷兰人搞做生意吼，这安尼开放咧，开发得足紧的吼，进步发展拢足紧的吼。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阮有数次听到怨言，讲阮的士兵甲其他荷兰人伫咧赤坎的庄骹拄到西纳人的时阵，定定甲因早咧，要检查因的人头税单，拄到即种状况，迄寡可怜人吼，迄寡可怜的人，无可怀疑吼，几若摆因为惊吓吼，无论讲到底有犯错啊无吼，拢会互因，就是因为惊吓嘛吼，毋管有犯错啊无犯错，拢会甲洋仔吼，规只洋仔互因，互即个荷兰人带炸甲伊牵走安尼。即种代志，因甘愿来算违心来支付吼，是安尼写吼，违心就是甘愿了啦吼，嘛无想要讲互荷兰人甲因带来即个，甲因押来荷兰遮，押来即个台南遮吼。所以呢，为着免造成因真大的阻碍吼，因此来决定讲要消除即种混乱吼，西纳人免除即种苦恼。阮会将会伫咧上述的告示当中来通告，将来因毋免任何人出示因的人头税单，只干那需要互专门为此来授权而挂有特别标志的人来检查就会使吼。最后，因为几个礼拜以来发现，讲有西纳人甲伫遮附近所掠到的相当数量的帝王鱼，甲五仔鱼吼，五子鱼吼，五仔鱼无甲阮讲，就私自运往西纳，因此呢，将随要甲命令因以后输出上述的鱼，每一尾鱼吼，必须要缴纳2个 stuver， 就是10仙。违反者将要适当处罚。3228，好天、热天的天气，有微风对西南风吹来。早起派遣一大队的士兵，按照习惯渡往赤坎以后，场馆伫咧日出了后无偌久，也开动几啊议员航往赤坎，也真紧就到遐，受到所有到场的福尔摩沙头领的欢迎。这应该是要举行南部地方会议啊吼。即寡长老拢随由团导 Hans Olof 安排，伊先甲安排啦吼，伊先甲全部的长老聚集伫咧 Verovoran 了后，伫咧昨昏同齐带来到遮，按照因的语言分别伫迄寡通常的岛仔来入座。迄时，上述的长官阁下就开动议员，按照老方式去一张特别的岛仔来入座，并且以便命令人迄寡福尔摩沙人宣讲需要讲的话，先由上述的团导用大目连的语言来宣讲，然后由其他的翻译员用巴朗的语言，就是排湾族啦吼。的语言含即个东霍达瓦的语言有特殊的来翻译。
和最近举行的北区地方会议相款，首先所有的长老表示对因的顺服，并且准时来参加会议的谢意，并且甲因讲，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啥物？关系到签收共识，对迄寡已经交纳的人表示感谢。三队呢，对迄寡还未纳的人，就是命令因以后不必搁较骨力来交纳。毋过，这一点无山区的人来宣讲，因为因还阁免纳这项年度的共识，因为因大部分的人拢非常的善食。真侪已经来和公司结好为友的人，对各方面来看拢还阁真原始，因此呢，认为讲现在去互即寡野人来增加负担，毋是一件好事。应该只要命令因爱继续和平，安尼就好，继续服从，安尼就好啊，并且因来全体来宣布。长官现在计划，所有各村庄的长老爱按照历年的习惯重新任命，就像最近伫北区地方会议所重新任命安尼。所以，即寡领导者，其中有一寡人伫去年伫地方会议中已经摕到悬汤，有一寡人伫后来伫台湾摕到。有真侪人已经有1年甚至是2、3年和公司无来往，但是大部分的人从来无和公司结好为友，也从来毋捌摕到悬汤方面来执政。所以，即寡领导者呢，都真有特殊来。就是照顺序啦，按照各村庄一个被叫到即个长官面头前，即寡长老有人已经换过，大部分的人拢继续来连任，也有几个人是新任命的，命令因拢必须爱有好行为，洁净，我阁袂记啊，较勤哟，尽因的责任。各村庄的情形分别叙述如下，过来落长啊就是各村庄的这个长老的情形啦来，有一个，来咱来看伫马里马伦执政的长老欧维和萨科蒂斯继续连任。而 Vischer 和 Tagome 因为病淡而且严重，算食酒食伤严重无适合做长老，因此呢，选任另外2个人，叫做 Sarogin 和 Titoro 接替因的职位。伫潘丹丹长老迪南继续连任，而阿瑞莫因为完全无威望，无适合做长老，因此选任另外一个较活跳的人，名叫做 Singo 接替伊的职位。伫大目连长老塔古美甲帕兰邦继续连任，而 Singo 和Tamakawoda 因为啉酒啉真严重，完全无适应，因此呢，选任另外2个人接替因的职位。这2个人拢是真巧的人名拢叫做西亚洛，其中一个人到今拢咧做老师。酗酒这个酗，我来查一下我要来读。
去就读做有第三声有吼，醉汉就是有吼，酒乱的意思吼，就是有酒，有酒。因为严重有酒完全无适任，因此选任另外2个人接替因的职位。等下我查一下，带你大词典有即个词无？有酒。无。看一下词台语。酒公、酒笑，中大历史典有啦吼，第980页，正评第22个。好，好，咱继续看大白莲，过来是阿高，长老叫做瓦吉拉、Sarim 和桑加拉，拢继续连任，而基隆因为非常频繁，而且严重误酒教练嘛吼，因此呢选任另外一个人，名叫做 Single 接替伊的职位。这南区地方话语的长老，大家拢最爱啉酒吼。伫大楼社长老塔加来、塔邦嘎、沙林甲塔敏这4个人当中的后面这3个拢非常的频繁，不过因为欠课搁较好的人，只好就含这个塔加拉同齐继续连任。毋过呢，因为该村庄继续直直抗建扩大吼，新选一个人做第5个领导者，名叫做 Kilo。伫铁达加站在啥物所在吼？长老 Tibaris、里巴甲帕林拢继续连任，不过命令因拢必须爱搁较骨力，也爱和山区的人友好相处。捌伫个苏达罗县社太人的迄个可恶的 Daisy 已经因为伊的恶行逃走了。伫个绿绿社长老塔加上和班纳古隆2个人拢继续连任，而即个 Vayu 和 Smarin 则因为过度来酗酒，全无威望，无法度指挥，因此另外选2个较适任的人来接替因的职位。这2个人名叫做卡马多和塔索拉。伫家庭长老斯马林因为完全无威权，所以由萨科蒂斯来取代，而卡拉邦继续连任，并且因为伊的优越的服务来甲伊学老。而即个萨凤和 Rangaran 这2个拢自从去年接替因的老爸处理权汤，因为因的适任较好的行为，来互因继续连任。伫放索啊，长老 Nanoi、阿里莫、塔波斯和 Orin 全部继续连任，而阿里莫因为伊自称家己请示啦吼，家己辞职啦吼，所以就准伊所请，另外选一个较活跳的人来接替伊的职位。伊名叫做安印，这个人伫专政年是上有威望。伫南吉南吉哦，这地名真好读。长老是北古人甲沙罗丁子这2个人拢继续连任。伫卡里东岸，
长老叫做提巴里，是迄个龙教人酋长的后生。旧年接替伊老爸，毋是接替因阿爸即位受命做长老，但是现在命令伊必须要离开遐，转去和伊的老爸带做伙。伊将会伫咧达拉斯瓦克继续连任领导者，而即个第三个网是继续来连任，伊是 Signor 的官父叫做Sorion 的兄弟，伊伫即个官父的请求之下，接受 Signor 的权汤做执政者。伫龙桥或者是称作达拉斯瓦克，塔塔住伫遮，伊的主政者以前称作龙桥的君主，伊嘛破病，派伊的囝婿带着即个权汤来参加地方会议。伊的后生名叫做迪巴勒，也当作被任命做长老，并且予伊一支权汤。安尼才读一半尔，继续。伫 Vanser， 虽然该村庄已经和阮结为好友，到今也无有公司任命的领导者，因此现在，互因一支权汤，互一个叫做迪达罗加多克的人任命伊做长老，命令伊一定要尽伊的责任，并且要有好的行为。伫 Starkey 长老伫多曼过身，因此任命伊的兄弟三个来接替伊的职位。伫 Valangis 长老伫沙波果子过身，因此长老伫多 Gast 一个继续连任，因为这是一个小庄头。伫个卡西里有一个长老过身，因此卡拉邦虽然伊嘛破病，单独继续连任，因为这嘛是一个小庄头。伫巴巴拉斯长老伫卡多里，群众对伊的强势诈处非常的埋怨，因此呢欠缺其他更较适当的人选，而且为着要甲变吼，要互伊继续来连任。算要甲按捺啦吼，互伊继续连任吼，因无别人嘛，只好继续。也要阁送权汤去互一个过身的长老的官父，伊是龙教人的姊妹。伫托古布两个长老拢过身啊，因此呢，因为迄边情况袂歹，吼，所以阁著甲迄两支权汤阁送去互迄两个官父。伫个卡len呢长老伫卡班和伫五度，这两个人拢继续连任。伫罗比特长老伫乌上也继续连任。伫Pacific 本来无长老，因此呢授权来甲权汤互一个人叫做 Halorak 任命伊做长老。伫马萨兰有一个人叫加隆洪，即嘛授权汤互伊，就是甲权汤互伊任命伊做长老。伫 Corolas Suite 也甲权汤互一个叫做 Toga 任命伊做长老。伫 Valocase 也共款授权汤互一个人叫 Dadagas 任命伊做长老。伫 Calaboan 长老伫 Pagario 继续连任。伫 Pilis 长老卡比奥继续连任。伫 Pavavara 长老萨克劳过身，因此呢，来选任一个人叫做 Dida 接替伊的职位。伫 Tosikatan North 长老加比继续连任，并且增加一个人叫做 Valerok 来做长老。伊家己无来，但是派伊的囝儿、伊的后生啦吼来参加地方会议。伫达里西奥长老伫波朗是迄个
加维安干人的后生，伊虽然伊无来出席，因为有理由啦吼，也和长老伫达马维奥共款继续连任。而迪瓦拉桑因为伊无能吼，该免职。来，伫普诺长老伫波朗继续连任，伫西罗达长老桑加拉破病，但是继续连任，并且征派伊兄弟波罗罗扬做长老。伫塔湾纳克现在新任命伫古林来做长老，并且受权汤予伊。伫托维瑞尼共款，现在新任命加罗勒咧做长老，并且受权汤予伊。伫 Drawnout 长老伫拉朗继续连任。伫塔加纳南长老萨波罗安也继续连任。伫塔拉维现在新任命伫古林来做长老。伫伊万加万加苏伊共款现任新任命伫萨古林来做长老。伫卡萨萨朗共款现在新任命伫加拉斯来做长老。伫特西亚共款现在新任命伫山加拉做长老。伫马西西共款现在新任命伫加佐道斯来做长老。伫基教共款现在新任命伫古老来做长老。伫伊万加万加斯努特共款现在新任命萨加拉来做长老。伫马罗戈罗共款现在新任命达沃拉赖来做长老。伫即个卡瓦多长老伫巴里安和加拉莫蒂斯继续连任。布林干个性无必要选任其他人来接替伊的职位。伫索瓦萨瓦西长老班纳个性无选其他人来接替伊的职位。伫伊的老母萨贡伊又来遮出席。伫伊的老母吼，即萨贡的请求之下，甲迄支权汤交因老母吼。伫基尼达湾也称作东火达湾，或者是称作苏达湾，或者是称作阿里多湾长老。伫布林岸继续连任。伫道夫个性关系到对黎万村民的谋杀案件，该长老并毋知吼，伊是安尼讲伊毋知，但是知影有一个叫做苏瓦萨瓦西的村民吼，被一个基尼达万村民拍死。伊答应讲，伫做军会甲迄个凶手甲伊抓来吼。伫索拉比山，或者是称作巴迪干长老伫布林岸继续连任。伫塔罗迪亚干长老塔马鲁多、萨布、基诺干、林格和基诺安全部继续连任。后面迄三个人去年伫北区电话机的时阵，因为大母人的错误，以阿里多万社的名义，该社现在就是基尼达万社的名义被接纳为长老。这一切拢办理完毕以后，也是甲做军北区村社的长老宣讲的所有项目条款，按照各村庄的情形来因宣讲一遍。因为有一部分人已经是基督徒，或者是至少也是已经受到阮的宗教的教育。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异教徒，甚至完全会当讲是野蛮人。因拢答应要遵守上述的项目条款以后，约落伫下晡1点钟，大部分人拢徛起来，迄寡岛啊来甲餐区准备好了后，迄寡福尔摩沙人又搁按照特殊来立做，
并且按照习惯用食物甲饮料来款待因。即一顿食到约下晡4点钟，迄时散会各自行上会场。场馆该同大部分的荷兰人甲士兵，伫咧日头落去了后无偌久，就转来到即个城堡里。南区会议啦吼，即道即南北的地方会议足无聊的吼，一寡人事消息尔，公布人事消息。3月29，温暖的天气，风对东方吹来，有一只帆船对南部的淡水来到遮，载来90担新茶，也有一只帆船对小琉球来遮，载有椰子，合计做15个人。有下日的帆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一只航往丹角，一只航往下淡水，要去载茶；一只航往小琉球，要去载椰子；一只航往西南沿海，载去13布鲁顿的硫磺，3担的鹿仔肉，6担的藤甲，3担的大的小鱼，合计做有24个新仔人。3月30。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有下日的帆船来遮入港，就是一只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来9担的茶，一只对小琉球，再来椰子，合计做有15个新仔人。3月31号，风甲天气像昨昏，有一只帆船对丹角来遮，再来50担的小鱼，甲90条沙鱼。载有7个人，3队呢有下日的船只帆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4只航往西南沿海，载有82篮鹿仔肉，11篮蚵仔，296担小鱼，甲96条帝王鱼，3只航往丹角，1只航往嘉定港，要去载新茶，1只航往南部的淡水，只敢若载地床卵，合计做280个人。好，3月读煞，再来4月吼，我休一下吼。我拄则看讲，台湾即下要过年啊嘛吼，所以咱即礼拜吼，迄个出席线就休困吼，都无读，我看嘛，今仔日我遮拜四吼。咱就即礼拜就休嘛吼，后礼拜过年，所以后礼拜拢休困啦吼。一直休到初3、初4，就是休到恁的拜一，就是恁的2月3号早起吼，咱就再过来读即个两家城日子吼，先甲各位讲一下。好，咱继续来看4月初一。Jeremy 多谢吼，好，安尼吼，休过年吼，休看一下。哦 ，Jeremy 拄则离开啊吼。4月初一，我即马看到即个台湾日记知识库，即只有一条新消息，讲新增订黄旺成先生日记1937年日记全文翻英浏览。即个黄旺成先生是敢若是阮新竹人吼，因即拢较早师范学校出身的，拢做先生。
你看即个时代的人所写的文章啦，或者是，我其实感觉足怀念，就是讲因伫咧即个时代吼，我感觉是应该是算逐个人诚好的一个时代吼。好，继续4月初一，温暖的天气，风对西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3个人载去164布鲁顿的流风，30担胡椒甲11担藤，然后一只篷船对龙礁来遮入港，载来280捆的藤甲68张落坡，做15个先仔人。4月初2，4月嘛是记甲甜啊，逐工拢有，但是吼，看会出来吼，即马荷兰人的即个生理吼，其实拢无恢复进前正常的迄种生理好的迄种情形吼。你看这荷拢就知影吼。即马1646年清世祖顺治3冬吼，算大明已经南明无算啦吼，大明迄个啥物人崇祯皇帝自杀了后，已经过3年啊吼，先仔迄边乱糟糟吼，南明吼，伫咧即个先仔沿海东南沿海遮走来走去安尼，其实实际上。伫咧南平即遮拢是一关吼，陈其良伫遐咧掌管，但是时机一定是足歹诶吼。咱来看者，咱继续看吼。4月初2，所以你看逐工诶日子拢倒倒安尼吼。4月初2有一点阴沉诶天气，风规工对北方吹来。今仔日边头迄阵 ，Good Guns 和第4道航空偏误。要按照命令函顶一回方式，搁再大量的石头来即个城堡。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载有71个人，载来下日的物件，244稻米，64篮乌糖，11稻茴香啦，2担处理好的皮，9稻土豆，3担纸。4担树皮甲20担盐。4月初3，还算真水的天气，透西风，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吼，坐90个人，载来下日的物件，咱来看载啥来吼，一个阿里不达的物件吼，3400袋虾，1000袋庄仔，8篮糖。30担盐，200捆的陶罐吼，50斤的油，15罐的阿拉酒，4担的黄色根茎啦吼，这毋知啥物件，伊应该是一种，伊翻袂出来嘛，伊就翻成根茎，搁若敢若菜头即种物件吼，甲4稻米吼，即哦，讲一寡这绿膏塑胶的物件安尼。含进前啥物荚苓、西苓，有诶无诶，哇，一寡丢端银端吼，比较差侪吼。4月初4，真水，舒适诶天，风由南对西方吹来。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南部诶淡水来遮入港，也有一只对打狗来遮入港，合计载来250担茶。坐15个先仔人，也有3只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有100个人，载去136担的小鱼，30篮的大鱼，126条帝王鱼，甲1篮的蚵仔，含100条乌鱼。4月初5，炎热的天气，风向多变。即几工有数处大地动，大地动哦。有一只篷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载来60担的茶，坐7个人，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遐前往南部的淡水啦吼。坐10个先仔人，载去5担糖
乌糖甲2罐的阿拉酒。今仔日教会议会代表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开会的时阵，阮来展示一份关系到佛罗摩萨南部的教会甲学校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由传道 Hans Ohoff 交予长官阁下。该传道遵照予因的特别命令。本季因为各种阻碍无法度去南区巡视，最近去遍访已经受基督教教育的所有村庄。对该报告看起来，迄边的囡仔甲学校一般讲起来拢比旧年增加，特别是马里马伦、大目连、阿高甲塔楼这几个村庄进步上明显，而家庭、热力甲放索啊这几个村庄就较歹，不过有希望改进。若是教会呢，伫马里马伦和家庭安息日礼拜情形还阁算好，但是伫其他所在，到今因为严重的即个误酒，还阁有即个亵渎上帝的代志吼，对此有用适当的处罚来纠正因的需要，并且为着要互将来一切拢有更较好的特殊和结果。阮和教会议会共同决议，将来要交一份书面的指令，予上述的传道，只是因爱对上述的教会甲学校需要改进整顿的所在，予伊将来知影要安怎来遵循。4月初6。早起乌暗阴沉的天气，但是下晡就晴朗了。风对西南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下淡水载茶。坐12个新仔人，有2只篷船对下淡水来遮，坐16个人，再来100担茶，1000个椰子甲220捆椰子树皮。今仔日根据今年3月27号的决议，公告关系到新仔人会当自由航往淡水甲鸡笼，并且踮遐大的一个告示。也甲即个告示搭伫应该搭的所在，也伫即个市镇呢来发出通告，通知每一个人，阮将会伫搁再来的拜5，就是本个月13号，要发北佛罗摩萨南区甲北区的有贸易的地点、村庄等等。任何人有意乘北的人，到时阵拢会当来指定的地点来经北。因为阮发现有几啊即只的荷兰人居民定定替西仔生理人来咧做即个看狗的工作帮忙西仔生理人虽然迄个西仔商人已经真规矩来报酬因也是用手段或者是暴力。西仔生理人按照因的要求来付钱，因此呢，阮认为有必要来决议，要伫咧最近来用告示禁止即种不正当的行为，将会规定讲，即种帮忙效劳的报酬，迄个酬报啦，应该由上述的生理人的自由意志，规矩和信念，来决定，就是你爱在人愿意甲你省，毋是你共用暴力共讨，也要注意着讲，真侪生仔人的即个摊贩是啥？贩仔啦真侪生仔贩仔甲即个店员用即个小动秤来诈欺的代志秤队可能有即个头巾检量因为呢，因用伤轻的石头或者是盐来称要出卖的物件。利用即个伤重的石头较盐来称因要买转来的物件而且你知影意思啦称队就是有轻有重，要卖就用较轻的要买入来用较重的安尼。而且迄支秤的重量嘛无共因此呢，决议讲要用告示禁止即种欺诈的行为，爱通过所有的人，阮将会伫搁再来5月初要派特别的代表出去检查。迄时
处地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准备每一支动亲重要正确的言，以便以后根据来使用。违反者将要适当处罚。因为伫卑南的讲述已经收集达到252里因此呢，将会伫最近的机会租用一只适合装运迄寡物件的篷船，伫一个大光甲2个炮手的监督之下，带着派驻迄边的阮的人的使用品去迄遐载上述的讲述，早日航回台南遮，航回即个台湾遮。为着要伫上述的所在举行东区的地方会议的代志，因为几下原因决定要取消，因为迄边的土著安怎讲？因迄边的土著居民充满惊吓，而且阮也烦恼讲，因会有真侪人无爱来出席。虽然顶一回阮的军队去过遐。但是无增加偌侪威望，因此呢，阮就将个写批寄去互派驻伫遐即个 John Vandenberg， 甲阮的想法来甲伊讲，并且劝伊对迄寡原住民多方面来善待因，互因愈来亲近阮。伊嘛要对现在有的士兵当中选一个有才能的人去带伫个沙漠去。真紧来学习迄个地区的语言，并且要借即个方法，互迄条通往大罗湾的道路会当继续维持即个畅通啦吼，维持会当通行吼，也会当得到关系着金矿的进一步的知识吼。为着要对金矿的知识愈来愈清楚，阮也将命令淡水当局对规人派一个真巧的人去即个大罗湾，为着即个目的去住伫遐。此外，因为北部的淡水还佫存真侪旧年所征收讲税的落婆，而且所需求的迄150 laston 的土炭，相信已经拢采集放伫个鸡笼咯。因此决定变落船骨眼10号一旦对平湖转来，就要随载着淡水所需求的货物，尽量航往淡水，并且要命令将该船尽量搁再派转来台湾。而且，阮对旧年就感觉非常需要对几项代志来下达命令。即寡代志因为种种的原因，到今也未实行，因此呢，决定要派商务员兼秘书 Gabriel Haber， 伊对淡水的事务有人脉，嘛有经验，要由伊来做代表，坐上述的便船船去淡水，以阮的名义去检查迄个城堡，处理迄边所需要的代志，并且将一切向阮来确实报告。今仔日团队 Hans Olhoff 伫个议会里来向阮提报关系着 Formosa 南区的几件犯案，就如同伫个南区地方会议中所提起的安尼吼。首先，巴巴拉斯村民对伫因的长老的骚扰，常常发出怨言，讲伊违反因的意思，任意来炸除鹿仔肉、鹿婆、树等等的物件吼，树就是迄个谷物啦吼。因此呢，命令上述的奥霍夫将该长老安全来押送来遮。约了4-5个月前，卡维干村庄的主政者对保地村民 Garonos 和山义夺取几领衫甲牵眼布。迄寡衫甲牵眼布是因的人伫遮被接纳做公司的朋友的时阵所赠送互因的吼。因为伊到当拢表现甲像一个朋友，因此即个团队已经来用好话来劝伊，甲即寡抢来的物件来归还，并且命令伊以后不得搁再如此施暴施点暴力啦吼。迄个谋杀体系是萨多洛干村庄的长老吼。
还佫带领伊的共党有35个人继续武装留伫迄座山附近，离开因家己的村庄，伫咧林军村落四过你施暴吼，四过你共施展暴行啦，因此决定上述的乌霍要带领迄角头的福尔摩沙人甲4、5个士兵，即寡士兵将会对遮派去，互伊先去甲迄个已经无人住的村仔迄个庄头甲烧做和夫，然后去追捕迄寡强盗，设法甲因拢掠来。上述的乌霍佫甲阮讲，南区有几个村庄由当地人担任学校的教师，但是到今也未得到任何的收报，无收到薪水啦吼。因此呢，为着要鼓励即寡人，决议各村拢爱逐年供应米互因的老师，像北区村庄所做的安尼。9点28分，剩2分钟，咱就无爱阁读啊吼，4个读到4个6号遮吼。好，好，安尼感谢各位啦吼，含我安尼读到年尾，过来就恭祝各位新年快乐吼！感谢各位，互恁大家过新年吼，大发财！安尼，咱来关房咯，感谢各位哦，感谢送你的红包，感谢玉文，我蛇年好好，天阳兄恭喜哈！好啦，感谢吼，咱过年后2月3号才开始过来读。